今晚波，巴西日本，你會揀咩啊？我注碼上我會希望巴西唔好走，因為我買雲尼手似實勢手，但係我情感上我覺得日本唔係真係咁弱。嗱，其實又你睇翻足球小將嘅劇情啦，不如先講翻係啦。足球小將嘅劇情咧就係、日本先入一粒，唔係喎。足球小將係新坦拿先入一粒，係跟住戴志偉兩粒反級，係跟住巴西再追和，好似係拿到嚟再追和定係乜嘢？咁跟住加時，最後就日本3-2就贏咗啦。OK， 係啦，即係最後絕殺喺加時。OK， 我買10蚊3-2先。咁但係加時3-2啊，唔係90分鐘，90分鐘係2-2。OK， 咁我應該買2-2。OK， 咁呢個就係足球小將嘅劇本啦。OK， 可能如劇本一樣咧。你問我就嗱，我望佢咧，你首先你日本對巴西，你首先要睇下右邊，日本嘅右邊係對口就係對住即係修斯啊嗰啲，即係佢左邊比較強啲啦，始終係咪？右邊拉芬拿就傷埋啦。咁右邊可唔可以頂得住咧？咁樣我就希望佢個陣咧，日本就我諗呢場都係比較大家都係預會比較接近啲嘅波咧。我希望佢右邊會擺翻阿唐安律落去，係啦，就唔好擺佢上去。反而就用翻睇先嚇。咁因為佢嗰部劍英應該都係繼續出唔到噶啦，講到明傷咗㗎啦，係啦，出唔翻噶啦，即係都係即係而家操練緊嘅啫，出唔翻。我希望佢個陣咧，首先佢就唔好用菅原由勢，係啦，呢條友就通常都係孭飛嘅，即係意思係孭飛輸波嘅，係啦，麻麻地呢條友，佢褪翻阿唐安律落去，咁你話唐安律都係主攻喎咁樣，佢正正就要擺阿唐安律落翻去咧，去克制翻佢個左邊咯嚇。咁前邊佢可以擺防守啲嘅，係嘛？其實佢可以擺連田大地上去嘅，即係擺多個防中出嚟嘅，搭住田中碧，係啦。最緊要我覺得你睇住個陣咧，佢最緊要我諗前邊佢要用多啲咩咯？阿前田大賢咯，上場我見日本對瑞典咧，前田大賢真係有啲屈機嘅，真係夠快。佢喺前面屈機咧，都做走位啊嗰樣嘢咧，拉扯好多攻勢，入波都係前田大賢即係拉扯，跟住有個好嘅組織咁樣領先1-0，最尾俾阿伊蘭加個靚波追和啦咁樣。咁所以如果佢咁擺咧，我就覺得有得打嘅。如果你再出到啲咁嘅菅原由勢嗰啲咧，就搞唔掂嘅。我預計呢場波咧，如果你話上下盤咧難買啲咧，但係如果係比較緊嘅一場咧，不如睺個咩啦？睺個巴西讓角，我會買。OK， 巴西讓係啊，因為咧嗱，你日本咧，佢不嬲都唔係好察覺嘅，好少落底嘅日本呢個第一。咁你巴西你相對就察覺能力高啲。咁你通常買得呢啲角球，你要預埋咧。如果好早時段有機會地巴西領先咁樣，你可能就窄啲嘅，因為佢未必一定要咁急攻啊嘛，係咪？即係個巴西落後最好添啦，係咪？要預埋個劇情嘅，咁所以我覺得未必咁容易咁快可以開到紀錄咧，即係都有得拉鋸下咧，咁就可以搏得過，因為佢唔係讓好多，佢讓1.5、1.85啦，係啦，讓1.5嘅啫嚇。咁你日本你見佢不嬲都察覺能力唔高嘅，冇人推底啦。而家最快嘅就係前田大賢，係如果上半場唔出佢哋仲好添，就下半場先出，咁就仲容易察覺。即係我會買呢一個咯，當睇下波咯。因為你買上下盤，我覺得我心理上就撐日本，係啊，實質上我又想你唔好輸。我都係咁，我都係咁。我心理上撐日本，但係問題實質上，我覺得巴西今年其實又唔係真係，實質上又唔係真係太弱得咁誇張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